今仔这大家较早，大家平安，大家毋知有困饱无？咱今日拢有困饱，感谢主啊！咱要来读上帝的话，今仔早起咱要来请顺进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同心做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你伫创造时就为阮人类来预备安息日，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阮要伫迄个中间来欢喜快乐。感谢你，互今啊相信你的人，拢会通进入享受上帝你的创造一切荣耀尊贵，重新搁出发一个好日子，享受伫主内面真正的安息。恳求圣神引带阮伫每日读经祈祷的中间，甲你相拄，帮助阮伫教会中委身来侍奉你。透过每日读圣经、上帝的话，互阮的生命逐时刻拢会通成做美好见证。阮也将今仔日的主日礼拜，恳求圣神感动众人的心，分别做圣，刻木敬拜亲近你。愿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好，感谢。咱今日要来看是第6讲的经节吼，是希伯来书的第4章对第1节到13节。要来请秀玲执事来带大家来读。牧师各位兄弟，大家早早，我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希伯来书第4章第1节。既然上帝互人进入安息的应允也留着，咱着小心，才免恁中间有人想讲因得袂到这个应允。福音偏偏有传互因，嘛有传互咱。毋过因所听见的信息对因无利益，因为因遮会听的人无用信心领受，咱遮会信的人会当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照伊所讲，我伫受气中立誓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其实上帝创造宇宙的时，伊的工作已经完成。关系第7日，圣经一个所在有安尼讲：上帝伫第7日煞伊一切工作来安息。共即个所在有搁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既然大声听到福音的人，因为毋顺坦，袂当进入安息，上帝就为着其他的人保留即个安息。真久以后，伫大笔的册有记载，上帝设定一日叫做今仔日，亲像顶面所讲，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毋通硬心。约书亚若有互因安息，上帝就袂伫后来搁讲起别个日。安尼，上帝也为伊的子民保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因为进入上帝所赐安息的人，亲像上帝煞因的工作，嘛煞因一切的工作。所以，咱着努力进入这个安息，才免有人像遐个毋顺服的人跋倒失败。第12节，上帝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内的剑较利，会当插入，甚至破开人的灵甲魂、关节甲骨髓，阁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所有被造物，无一项会当对上帝允捌，一切拢完全暴露伫伊的目睭前。咱欠伊的孝，拢着算清楚。以上。好，感谢。咱希伯来书是一本无容易来明白的册，总是咱着爱慢慢来消化，会当一讲一点、一丝丝安尼来读的时阵，会当对咱有帮助。除了咱做伙来读，咱嘛会当家己大心读，事后搁再读，搁再读，搁再消化。圣经讲的免疫力来善思，互上帝话会当带伫咱的心内底带较久的。这个第1章讲到上帝所讲的话，讲到人，讲到囝，讲到天使，来做一个对照。第2章讲到上帝的道，是互人会当得到帮助。天使有伊的遮个责任，总是天使袂当救人，伊只会当帮助人，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引带人进入这个救恩的中间。而且上帝毋是要互天使来掌管世界，是要互人，就是用耶稣做人的大囝
做上帝大囝，然后人就来跟对耶稣的路。所以基督要来救罪人，毋是要来救这天使。第三章讲到咱着爱向上帝的家是全部的家吼，着爱来尽忠，亲像起厝的人。摩西起做的厝是律法的厝，像是耶稣起做的是上帝的家是恩典。基督比摩西佫较尊贵、较勇敢，而且咱伫上帝厝内底的人，是用囝的身份，毋是奴仆的身份。咱着爱有坚持即个望诚做基督厝内的人。前几工即个根据看毋到是3章6节，数字爱解一下3章6节。伫昨咱所读的是看到过去遮个背约的百姓，因安怎样伫诗篇95篇所讲的，因硬心无爱听上帝，甚至要行家己的路，无爱行上帝的路。总是上帝伫今仔日犹原互每一个伫有今仔日就是当下，咱即个也会当喘气，也会当来思想，也会当来决定的时，遮个人呢，就要彼此来考肯。所以每一个世代，上帝拢互遮个人有今仔日的机会。即个地球，即个世界在灯火，日头出来，日头落山。伫今仔日的一日的中间，这拢是上帝互咱，就要彼此来考肯。因为若无听考肯，凡事将来袂当进入即个安息，亲像古早以色列人倒伫旷野，死伫旷野的中间啊。所以根据3章13节，就趁要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时，日3劝勉，恁中间才免有人受罪恶迷惑，直到硬心。所以咱毋是活伫昨，毋是活伫过去，也毋是活伫将来，是活伫今仔日。所以今仔日是6月23。看到要有今仔日2024年的6月23，咱就要看要有今仔日的时阵，彼此来考肯，然后爱坚持上帝互咱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对头看到呾，咱知影其实是伫第一段要讲到即个上耶稣是超越的使者，要进入到即个最后，咱看到圣经对这硬心的人的警告，特别咱有看到咱的对照这4个圣经节啊。有2个拢是 7-11，希伯来书3章的7节到11节，就是诗篇95篇的7节到11节。然后内底讲到故事，就是出埃及记的17章1节到7节，佫有一解就是伫民数记的20章7节到13节，伫旷野内面无水通啉的时，上帝爱因吩咐迄个石盘来出水啊。头一解毋听，总是摩西有做；第2解连摩西拢受气。第一届是遮个人，因着爱第一代的人，拢爱死伫旷野。民数记20章是摩西家己袂当进入迦南地，伊只会当对山顶远来看到迄个迦南地哦。所以咱着爱趁伫要有今仔日，咱爱做正确的决定，行正确的路，着爱将即个信心坚持到落尾，毋通惹上帝生气。所以每一个今仔日拢是帮助咱通进入安息。今日咱要来看的是即个第3段、第4段，基督徒会当进入安息，甲进入安息的劝勉啊。所以咱来看基督徒安怎进入安息，就是因基督徒享有进入上帝安息的应允，就毋免惊好胆，因为伊的信心无失落。所以咱就要用这个信心好胆进前啊。第2，上帝早就已经进入伊家己的安息，上帝伫创造的第6日，做了以后第7日，伊家己就安息，上帝就迄个所在啊。但是迄个所在，有的人会当入去，有的人袂当入去，为什么呢？上帝伊互一寡会当入去的人，袂当入去的人，上帝伊佫另外备办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呢，甲迄个进入迦南的迄个安息呢，佫有差别无共款。这嘛是咱今日读这段圣经爱去抓的重点。因为今日第4章，我相信这可能毋是只有读30摆就会当消化，可能读50解、读100遍，但是咱爱一个一个去甲看进入安息的考肯，特别是10节到11节。这是到13节这段呢，我相信是咱足意爱的一段总是内底讲的上帝话安怎样甲这个安息日结连起来，甲上帝备办迄个安息，这是今日咱要看的最后的重点。
咱来看这段中间有几个字第1节讲既然上帝互人尽力安息应允也留得，咱就小心畏惧的心就是爱战兢的态度。所以讲是咱要进入这个上帝安息，头一个咱的态度爱正确，总唔通互人得到袂到这个应允就是赶不上。和本的翻译是赶不上，也意思讲被淘汰，没有达到目的地然后上帝讲福音偏偏有传予咱，但是无传予因。上帝福音毋过互听其信息的人对因无利益，因为上帝互因听的人无用信心来领受这个上帝互咱会当无留伫迄个旷野上帝是互咱有领受上帝的话是因为咱用信心总是有的人无用信心，上帝讲同款的话，但是这个话对有的人来讲是有利益，有的人来讲是无利益所以迄个差别就是伫咱的信心。这个和合本人犯罪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话这句话呢翻译有点特别但是对基督徒人来讲很喜欢用调和这个字，但是呢这个调和伫台语犯罪信心甲听的人爱领受领受就是讲打成一片就是拢爱消化爱吸收现在这个和合本兄弟们犯罪爱配合，所以要安怎进入这个安息？上帝讲的，咱呢责任就是信心，安尼甲伊配合，才会当消化吸收总是有的人已经相信，咱是已经相信的人，伊的这个时态呢，不是现在是，伊在强调是讲过去这批像咱已经相信的人，因着安怎？进入安息这个进入安息这个字嘛是很神奇，就是讲过去这批已经相信的人，因呢已经进入这个安息，但是迄个安息是讲因真正是安息主怀，rest in peace RIP 因真正倒伫迄个所在叫做安息嘛，咱常常咧办参加告别式的时阵安息主怀。但是伊是咧指迄个人倒伫迄个上帝的怀抱中间安息，伫遐休困伊咧指的是超越这个是进入上帝的安息所以这个得以进入这句话呢，互咱看到嘛是一解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然甲未然已经是安尼但是还没来到所以这主要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要安怎合起来呢已经发生但是还没发生already 已经有但是咱还没来，所以这就是一个上帝奥秘的所在所以才讲到上帝的安息是有存在，而且这个上帝安息早就存在，但是上帝无互一寡人进入，不是上帝无准备好，是人家己无准备好的问题。圣经头一届讲到安息日，咱当思想看卖你知影圣经头一届讲到安息日是点时呢？不是伫创世纪，是伫出埃及记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出埃及记16章，咱看的是17章，伫17章的头前16章呢，上帝就吩咐，明仔是安息日，是耶和华所守的新的安息日所以变做一个名词，佫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因要食的物件就唔通伫迄日来无因食的物件。然后呢，佫继续第2届出现是伫这个10条界中间第4届就守安息日所以上帝创造的安息家己的安息到圣经头一个出现安息日是到出埃及记的旷野的时间所以出埃及记的16章因无物件食伫遐来埋怨上帝，所以上帝爱摩西叫因就爱来将这日分别出来。17章是无水通啉伫遐来试探上帝虽讲最后因有物件食嘛有水通啉，但是呢因得到因要爱，但是因无得到上帝要互因的更较大的，就是进入迄个迦南地迦南地因无法度得到所以咱即摆来看是非常的无彩
对第六节，吼，则讲到，既然因大心听到福音的人，因为唔顺探，袂当进入这个安息。我伫遮列三个圣经的版本啊，何修本讲，既有这安息保留着，让一些人进入，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不信从而不得进去。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版啊，这个还掉也艺术比较特别。那些先听到福音的人不能得到安息，因为他们不信。可是另有些人得以享受他的安息，所以伊在强调是，另外有一挂人为什么会当进入甲上帝同款的安息？台语既然大心听到福音的人，因为唔顺探，袂当进入安息，上帝就为着其他人保留这个安息，保留是保留下来。但是有一挂人是得以享受啊，所以这个意思有小块差别。但是也当怎样讲？这个安息有不同的安息哦，所以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上帝要叫人来甲伊做伙安息这件事呢，有的人也当入去，有的人煞袂当入去，这就是伊要强调的。这个上帝互咱这个礼物，不是互咱食亲因，有水通啉，有肉通食。上帝是要邀请人进入伊家己迄个永远的安息。所以伫第六节，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伊就是讲上帝既然应允要互人进入伊迄个所在安息，有人会当入去，上帝这个应允也值得，就是所以毋是伫旷野时代遮的人，包括过来后壁的人，到今仔日的人，今仔日的人，每一个世代中间今仔日的人，咱就要抓掉迄个应允，那个不是只有在旷野有效，现在依然有效。所以上帝伊用一个另外一个保留一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另外一个安息，另外一个安息就是毋是指迄个入去迦南的安息。咱有讲，因对出埃及记经过430年，总是不是就是因对这个雅各的囝，12个带12个囝，带到伫迦南这个埃及的所在。经过430年，即马要登到因的祖家，就是迦南地。但是这个430年中间，伊刚要出埃及，搁伫旷野，就了要40年的时间啦。所以这群人伫遐，上帝就是爱因好好转来，不管是400年还是40年，但是呢，上帝爱因登到因的祖家迦南地，就是爱因好好伫迄个所在享受甲上帝的安息啊。所以上帝比办一个，毋是登到迦南地迄个安息，是比这个更较超越的、更超越的。咱嘛当讲更卓越，就是更较赞、更较好的。因为你登去迦南地，迄个所在，你原来爱尽责、爱努力。所以作者也用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圣经讲保留这个保留保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台语的圣经，所以这到底咧指什么呢？诗篇95篇讲到出埃及记17章，甲民数记20章这个故事呢，表示讲约书亚，第8节讲到约书亚，伊最后真正有带因入去，登到迄个祖家迦南地登到遐，但是登到遐呢，咱看到约书亚记，看到这士师记，看到这历史。旧约的历史书，原来伫遐摇把叉，继续伫遐无信心，上帝继续拢有叫人来甲因讲话，上帝本身对因来讲话，但是问题毋是上帝话，问题嘛毋是迦南地，问题是人无迄个信心去领受所以伫安息的所在、安息的日、安息的时机，真正上帝期待是咱准备咱的信心来领受所以诗篇95篇，毋通以你的心，这段的提醒就是警告，毋通继续无信心，毋通像迄个12个探子的10个探，那12个探子的10个探，因造成的影响是啥物？10:2，这个票数悬殊最后大家决议讲，阮无爱叮当阮无爱继续行，因为遐实在非常的可怕，遐个大汉人、巨人伫迄个所在。因迄届造成的影响，就是因袂当即代的人，除了约书亚甲迦勒这2个以外，所有的其他200万人拢袂当入去，所以迄就是无信心的影响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强调这个点，
就是咱毋通阁犯一届错误，毋通家己无入去，阁害别人嘛袂当入去，害家己的囝、家己的亲人、家己的家庭，拢袂当伫迄个安息、迄个迦南留年甲笔的所在啊。所以希伯来书伊心目中间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头一个有四种拢有可能，就是指基督徒今仔日现今属灵的安息。咱今日要做礼拜，今日昨是犹太人安息日，今日是基督徒的主日。这个今仔日不管安怎样，伊的意思讲，天主用家己的方法来救家己哦。虽然放下手头的无闲，放下咱心内底心思意念，咱来调见上帝，将时间、将家己、将金钱分别出来，互上帝来帮助咱。所以这就是做礼拜，敬拜上帝。第二个，指基督徒现在要安息，咱即马伫无闲，咱需要停落来一下，然后咱嘛需要将来嘛要安息，就是讲无搁靠家己的努力来得到救，是安静信靠上帝，已经早就完成的救赎。上帝早就备办伫迄个所在咧等待咱，放下咱今仔日现主时所有的工课，这是伊要嘛是犹太人的安息。第三，这个重点呢，毋是家己是伫安息，所以将这个重点放伫安息，毋是讲咱要停止什么，要无闲什么，伊嘛咧表达这个意思，就是安息的意思就是 rest， 这就是一种的休息，一种的休困啊。第四，这个安息呢，也是咱一般基督徒的概念，天的家，天的祖家，咱永远徛起的所在，无过死亡，无过目屎，伫遐是永远甲主伫地，永远享受甲主享受迄个关系所在，会当得到完全的满足。这种呢，嘛是将来上帝早就备办啊，但是咱还未得到，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就是咱上帝要互咱的迄个安息的所在。所以这个第四章，伊要表达的意思，原来是真多佫真复杂。但是咱会当知影，至少咱看到伫第四章看到两种的安息，一个是要互进入迦南地安息，一个是上帝要调咱来甲伊做伙享受的安息日的安息。但是其实嘛会当看到有第三种的安息，就是犹太人因在过这个安息。犹太人把上帝的话解释成自己过的安息日，所以这嘛是变做另外一种的安息，但是这不是圣经上帝要爱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日的安息，甲犹太人因家己拜日的这个安息其实是无共款。所以严格来说是三种伫第四章咱看到三种的安息日，对第三章到第四章但是上帝不是爱咱去到迦南地去信地遐过去安息咱台湾人大家拢爱转去迦南地不是这个意思，嘛不是讲咱所有基督徒拢爱甲犹太人同款伫拜五暗时开始做这个安息日的礼拜嘛，不是。上帝爱咱的是入到迄个永远的安息，上帝早就伫迄个所在安息。所以约翰福音15章，耶稣讲：我的爸做代志到呾，我也在做代志。所以上帝伊家己做代志，但是上帝伊做代志，伊嘛有休息，嘛有停止嘛有休困，嘛是咱嘛是爱共款，咱毋是在用家己的方法。家己的无闲拯救家己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要去倚靠上帝，用信心来倚靠，去进入、去超出、去进入享受迄个上帝为咱备办的安息。诗篇46篇第10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咱看到大卫王、所罗门王，因互国家，毋是只有家己的家庭，国家愈来愈强。因的强的方法，秘诀是啥物？毋是讲伊24小时甲台积电共款全年无休，你也拼，你也拼，无呢因颠倒是守上帝话，用信心来领受，结果因的国家就愈来愈强。所以咱咧休困的时阵，咱毋免烦恼讲我即摆休困别人隔壁拢无休困，安尼因的心理会比咱做了较济，因的趁了比咱较济。毋是是爱用休困来休息，来相信上帝，
用休息来信靠上帝。好，咱要进入这个第4章我感觉是上介水的这段，对11节到13节这个嘛是咱足侪人足意爱这段，咱必须务必竭力咱就爱努力努力尽力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有迫切性同一个字伫罗马书12章就是爱温存就是爱不断的意思再甲咱讲不断下面就是咱的信心，就是爱保持掉的就是爱认真用信心不断进入迄个安息所以罗马书第8章嘛是用同款的意思，这种的信心就是互望和事互相效力这种的信心不管什么款的时阵咱拢信靠上帝是我的天父，伊在帮助咱。12节上帝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上帝的话伫和本翻成道，原文是话所以咱的现代圣经拢甲这个道无用拢用上帝的话是我的活泼，那个泼是多的是我的上帝话不是死翘翘的，不是讲早就安尼搭伫壁的，是讲上帝话是我的，然后是有效的，这个功效就是指伊有效有作用的。上帝讲的话讲出来的话，伊就会有作用，不是讲伊讲伊的，咱无人听，甲伊信道，不是上帝既然讲就有效。伫什么有效呢？亲像双刃来的剑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迄个快意思嘛是旧的翻译较来所以即摆圣经已经无即个问题所以咱若是手头搁咧拿和本咧读圣经你就爱做足侪工课要把这些旧的翻译你就爱搁继续爱搁去update更新会当即个什么来的剑呢？真来到什么款的程度呢？伊毋是敢将纸甲写开伊搁会当将咱的灵甲魂就是咱的安尼看到咱有灵魂体灵甲魂就是人的精神进入会当咱的心思意念会当辨明，就是会当判断。这个判断嘛，一个就是区分分类搁会当做一个过滤所以咱心内底乱糟糟的时阵，咱会当判断咱就知影安怎去将这代志，什么是上帝的代志，上帝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代志什么是我家己的代志，你会当甲分了真清楚过滤消化，就是用上帝的话人的思想甲动机安尼，那与我们所以后壁讲呢受造伫上帝面前拢显露出来，万物伫伊的面前拢是天开所以咱就要甲伊高效，我们必须交战。另外这个旧的和本的翻译，那与我们有关系这翻译实在甲原来的意思差真多差真多即摆圣经拢讲咱要甲伊高效所以搁一届鼓励大家，你若搁咧读和本你爱紧去找一本较新的圣经来读。所以这段话呢，不是咧表达灵魂骨节骨髓这刚刚念做会比较拆开，不是，是讲上帝话会当将迄个拆袂开的物件拢会当甲伊分离出来。所以这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耶稣讲，劳苦重担的人会当到伊遮，伊要互咱得到安息。这个安息呢，就是进入努力进入上帝话。互上帝话将咱内面安尼乱糟糟，甲伊拆开，甲伊整理清楚。等到大概时间拢真短咱等到今日这个圣经节，上帝讲伊的应允是有功效的，伊要使咱带咱入去伊迄个安息的所在。所以有3点，咱就爱有惊吓的心。第二，咱就应该努力进入迄个安息。第三，咱就爱甲伊高效。所以你就看到真清楚，这有3个重点。咱惊吓的心就是甲伊听到同款的福音，来用同款的信心去领受，这是正面的。但是以色列人做一个负面的教材咱若用信心领受，咱就当入到这个甲伊做伙安息但是以色列的负面教材，伊就是硬心总是人硬心上帝迄个旧约的时代也过去了，但是呢，上帝同个耶稣搁另外保留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会当找到进入甲伊安息迄个所在，就是为上帝主民。这条路就是努力进入上帝安息的，不是只有休困家己的工作，
都是一个重点，用信心努力来建立的。这个信心安怎来实现？就是用上帝话的话，安尼会当亲像生命内的剑，会当将所有一切都甲伊拆开、切开、分开，互咱会当清楚明白，什么是有价值的爱留的，什么是无需要，就拢甲紧甲较早甲摒掉的。包括咱的欲望、咱的意念，最后咱就爱甲伊高效，因为上帝话已经甲咱拢分好清楚啊。最后咱的记上帝顺。无一件事会当甲上帝隐瞒，无一件事，一切拢着爱完全暴露伫伊的目睭前啊，完全的暴露伫伊的目睭前。所以今日咱着爱有惊遐的心，爱努力进入迄个安息，爱甲上帝交涉。惊遐的心就是咱拢听到同款的声，就是福音，同款用信心来领受，但是毋通同款像遐个人硬心，以色列人安尼硬心哦，咱就爱用正面的态度。正面的态度就是努力，就爱谨慎，避免迄个无爱相信、小信，迄个无信心，嘛爱知影另外一个安息一直有效。上帝讲即个安息是有效的，在等待咱嘛爱像上帝家己共款，上帝家己最麻烦，伊爱停，咱嘛爱停，嘛爱休困。安尼，咱才会当甲伊交涉。要安怎交涉？就是上帝的真道的话是有效也活的。上帝话判断咱的一切。上帝话就是明仔载，明仔载开始，要连续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一直到第8章啊，咱要看到耶稣伊的超越，是做一个祭司的身份啊。今日经句12章，上帝的话活泼有效。比双刃的剑还要锋利，连灵和魂、关节和骨髓都能刺透。它能判断人心中的欲望和意念。上帝话活泼有效，比双刃的剑。哎呀，是的，我竟然看唔到。上帝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内的剑较来，会当插入，甚至破开人的灵甲魂、关节甲骨髓。各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抓条什么是真正安息的重点，互咱伫今仔日拢会当甲主通过上帝应允，就进入迄个安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感谢你，今仔日每一日拢是安息日，今仔日也是主日，阮着更较爱谨慎认真伫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活的，你的话是来的，是有功效的。你的话是要互阮的人生会当脱离世间的情欲，互阮脱离世间的烦恼，互阮真正保留迄个真正有价值的，对阮的灵魂体有利益的。愿上帝，你通过希伯来书第4章，阮今日所读的这段，搁一摆，互阮得到提醒，也互阮伫主日的敬拜中间，阮看重的是即个分别出来要安息伫主的面前的即个态度，互阮伫今日信主日主的安息日，阮会当甲主搁一摆来进入来建立即个亲密的即个关系，互阮会当守条甲主你的关系，用信心来进入即个安息。愿咱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多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